收中啊嘛！落從右邊去。係啊，繼續。好，自己望住先，幫佢，一會幫佢，埋去，後邊二拉 Jason，舉正。其他人你可唔可以嗌下佢？喂，佢帶唔到幾多次啊？一位揸，過嚟，跑過去，再去，最後。你隻手啊，所以隻腳喐先啊嘛。喂，繼續啊，坐低。我幫黃坤。對翻啦，喂，未完㗎，喂。8秒進攻。係。Jason，你提佢哋要收細啫㗎。望住邊，俾 CC 你嗌下。Chester 埋去。CC 點解你唔嗌？埋去啦 Chester。我講咩咧啱啱？佢要搶個 CC 換你。我講咩啊 Jason 葉？ CC 過嚟。好飲啖先。點解你要嗌？喂，後邊嗰啲翻嚟啦，冇入波。機球。嚟啦，緊啲波。第一個 Jason，你嗌佢啊嘛！喂，望中間先，喂 Aaron 你嗌下佢啦，佢睇。Jasper，幫收細少少幫 Jason。近腳 ，Chester 嚟㗎，近腳唔使跳。喂，第二集咩？對啦，佢望翻 ，Adam 收中間，俾㗎係攞俾拍波，係。喂 ，Adam 咪你再慢啲，你呢邊已經唔緊啦，個波係。換人。Aaron 你睇下你咁放開心，一係做啲傳，唔好去一半就走。走位，過去啦，俾啲打。out 咧！翻嚟，跑，周圍跑。手波。3球。快啲跑過嚟，舉手啱啱教你點舉啊！誒 Jason 最後一隻。壓彈啦！你跑快啲咪過去咯！收細，褪腳，一陣喺度嘅褪翻去，望對褪翻去，望對冇問題，去啦！前面追上去，佢一定回㗎，攞係啦，爭啲人往前，追翻收咗一啖，收中。Jacob， 你點解會停喺度啊？波嗱攞波可唔可以往前拍咧？開波，啱啱就收咗啊！而家14秒進攻。 Jason 你黐埋去，冇得俾後邊。阿 Bill 3分線 Jasper 你黐埋去 Jasper， 再衝落去度。攞實，望隊友啦。收細。一球咋？攞啊！Jasper 吞腳啦！14秒進攻。3分線先走，如果唔係咧，佢黐住你冇空間走啊！褪腳，收細，褪腳。Adam 條攬啊！
中間，攞啦喺度，係啦，你慢慢嚟，慢一球，過去啦。跑啦！拍氣，過晒！收中啊！藍色彈球，快啲，藍色彈球大聲，啲啊！一、二、三。拍希咩罰球？咩射罰球嗰個啊？攞跳！ Jason 埋去，翻去，望 Evan， 喂，之後你仲係會睇自己嘅路嘅 Jason 記住我講啲咩？Evan 你都要有責任嗌佢喎。你落零度呢度空嘅喎，你行呢個零度空晒。闊少少個場，落位幫。自信。係，望清楚左右。再猜啦，好嘛？仔仔，硬正。可以幫。有幾攞喂，未完啊！呢個唔好俾佢俾8號。8秒進攻，一人， Jasper， 阿烏你企翻中圈先，你睇落去啊 Jason 最後 ，Jason 手開波個。呢度俾大力啲啊！中間係。打彈啊！慢慢放。埋去張幾？係再望右邊，再望翻 Bill 咪得咯。喂，拍氣啊！你望翻 Bill，所以你俾完，你再入去嗌翻佢俾翻你就得㗎啦。藍色9號兩犯對犯3次。往前，跑前啦，唔好停喺度，中衞。地球空位，企好位先係。中衞你企咩位啊？攞位搶。好，冷靜。再傳，拆開。8秒進攻，繼續。攞實先，散開好位，望最遠。8秒進攻，仔仔，冷靜，好唔好出手？智商未攞到你走，慢慢嚟，你波過啦，你轉左手，睇腳，行翻去一波，睇一下，繼續啦 ，Jason。收中啊，拍氣，去晒，2打1，攞，繼續，還未完啦30秒，俾波順隊友，俾波，過咗先過，望隊友，Jason收勢，喺右邊，波再波。舉掣，籃板，聲可以。 10秒，
未吹哨子嘅。係換一換，跑走係。藍色9號3犯對犯得嘅，冇。你最後中間得㗎啦。追及你咯，後邊預備呢度得啦，呢度。冇包啊，舉隻手得㗎啦。有冇暫停？有。藍色暫停。好過嚟，停，佢會俾翻8號，佢會俾翻8號㗎。大波，接，佢會俾翻8號。俾中間，俾2打1。2打1都可以啦。 5秒。